就可以开始很安心的吃面。因为是密闭式空间，可能会产生一些雾气。 但是没有办法，为了防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才比尔。随着武汉肺炎的疫情越来越严重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戴口罩出门。但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必须要把口罩给拿下来，这样非常有可能造成一个防疫的缺口。要怎么办呢？ 不用担心，天才比尔都帮你想到了。我们发明了比尔式作品第88号头戴式雨伞防护罩。这个雨伞防护罩总共约有60公分，它是由一个雨伞还有一个透明的薄膜所组成。它能够建构一个约60公分左右的防护区域。透过这一个防护罩， 你可以非常安心享用你的美食。那到底要怎么样使用这一个头罩式雨伞防护罩呢？我们待会去餐厅试试看。我们走吧。老板，我要一个红油抄手面，再加上那个烫青汤。好，谢谢，好，不会。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示范到要怎么吃的。第一步，你要做靠近；第二步，将防护罩套入面；第三步，拿下口罩，你就可以开始很安心的吃面。雨伞防护罩，它所产生的空间刚好可以容纳1碗面，还有1碗烫青菜。对于中午用餐的人，这样的空间应该算是绰绰有余。因为是密闭式空间，可能会产生一些雾气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为了防疫。另外就是在我们的隔离区内，我们还可以打造一个影音专区，我们可以把手机靠在薄膜上面。 接下来就是可以边吃饭边看手机。老板，这样多少钱？你的馄饨好吃哦，谢谢。好啊。相信大家觉得头戴式雨伞防护罩还是不够完美，因为它大概只能保护你的上半部分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发明了加长版的防护罩。噔噔，这款加长型的防护罩总长约110公分，可以提供全身最完美的防护，而且我们有做特殊拉绳的设计。 所以呢，就是当我们把拉绳拉紧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造成一个全部完美封闭的空间。那这个测试效果如何呢？我们待会就要去捷运站上测试看看。我们走吧。最后，头戴式雨伞防护罩，在遇到下雨天的时候，也可以有效挡雨。头戴式雨伞防护罩，它真的是居家旅行防疫隔离的必备良药啊！